真感谢陈牧师，以及我的母会，咱正兄弟姊妹，互我会当伫遮来分享上帝的话，是我的心真欢喜。拄则咱一开始诗班所唱的诗歌，哪落咧走咧追求，以及拄则所献的诗歌，是我真意爱。我的心受到真大的激励甲感恩，受到咱那亲像拄则咱甲咱的诗班、双年诗班拍炮啊，还是咱甲某几位兄姐来拍炮啊，咱更较应该将更较大的掌声向咱的上帝来拍炮啊，对无？我是伫中华来出世，伫淡水大汉。对我有印象开始，阮是住伫淡江中学马街朴树的梦园边仔。虽然有搬过2、3间厝，但是拢是伫梦园的四周围。囡仔时无啥物感觉，当离开淡水40多年了后，转来一看，真好伫想象，阮当时所住的所在是遐尼细间，哪亲像这2年有一部电影讲不存在的房间，真好伫想象。目前还未拆除的是伫体育馆后边所加起的一个建筑物，一间厝。现在已经改做是便所。我初中的时是困伫遐读册，约有1、2年的时间，其他已经拢拆掉。我的老爸是清水人，妈妈是大甲人。我的妈妈是第2代的基督徒。我的阿公信主了，伫大甲教会有真好的服侍。但是我爸爸这边是真传统民间的宗教信仰。但是我发现上帝已经真早就将吞忍、吃苦、凡事感恩的恩赐放伫老母的生命当中。如果你若认捌我的妈妈，互我感觉真夸口的，就是看见伊的笑面。伊的身躯其实无真好，伊愿用信、用吞忍、用欢喜，甲人来相招呼，用心做一个真忠心的会友。唯一互我感觉真亏欠的，就是我的老爸过身了，甲我的小弟20岁过身了，伊拢是伫遮来举行告别礼拜。我看见妈妈伊的艰苦，我就感觉着讲，我家己实在是真无够体贴。阮的兄弟的名拢有“玲”这字，是因为原本我应该有一个亲大姊，名叫美玲，但是伊无到2岁，伊开始会晓叫爸爸、叫妈妈，但是营养无够，身躯无好势，感冒胃肠病，所以来死亡。阮爸爸妈妈因为真怀念，所以阮的名就“玲”这字。也因为安尼到现在，除非你甲我安尼面对面，若无我拢是被认为是小姐。我的兄哥是大家出世，伊也伫老母的腹肚内，妈妈就讲这是大汉囝，爱献予上帝。2年后，阮搬到中华，我伫中华来出世。我差不多1岁，老爸母带阮搬厝来到伫淡水。因为当时淡江中学的王秀勇牧师是大家是阮妈妈课假所真熟悉，所以就介绍阮爸爸来淡江中学做校工。好像迄当时并不是要做校工，但是来了后讲这校工的工作请你做，所以也因为安尼的款，阮爸爸伊一世人好像就无真不怎么开心啦吼，所以。摒扫、搬东搬西、花园整理逐项拢真辛苦的一个工作。爸爸时常带着学生宿舍遐个凊菜剩菜倒转来。我会记得，阮时常食迄个培养菜、菠菜头，学生食菠菜叶，阮就是安尼来大汉。淡水长老教会是我的母会。我伫遮大汉，伫遮受栽培，有20多年久的时间。老母抱着我伫遮来受幼儿洗，嘛伫遮来接受迄个见证礼。我想着讲，
当我真做浸信会的牧师的时阵，煞甲我自动除籍啦。我是伫民国64年献身浸信会新人院，开始伫浸信会的服侍，才算讲离开淡水。我拄则有讲过，阮来伫淡水拢是住伫淡江中学20多年久，一直伫马街朴树一家人，因甲面做厝边，一墙之隔。有当时我会想着讲，阮哪会住伫咧蒙仔埔边啊？阮是咧顾梦是无？大汉了后，才意识到讲，阮即家人是住伫咱北台湾最伟大的宣教士的厝边。这是阮的荣幸，好亲像只有阮即家而已。徛伫遮，心中只有是满心的感谢。虽然有真侪的长辈已经来过往，我只有会当去伫平安园，伫遐看因安葬的所在，伫遐来回想因带互阮的帮衬甲鼓励。我想无要一直伫遮提起遮个名，已经过往的，还是现在。游玩伫咱中间看阮大汉的兄弟，我真感谢恁过去怎样甲阮扶持、甲阮帮衬，恁拢是阮的天使。阮的妈妈时常讲，阮虽然无法度通服人，但是至少爱会晓感恩。这是另外佫甲阮三甲做伙大汉，真侪遮阮同辈兄弟姊妹，这种的友谊。会当维持遮尔久，只有伫基督的内面。最近也因为搬转来淡水，所以有联络阮即辈已经失散久久的，做伙来啉咖啡，只有是感恩。所以，我过去拢伫浸信会教会来服侍。过去8年久，我伫花莲文乐病院担任院牧部的主任牧师。文乐病院。包括婚姻，包括护理之家，拢总有1500个员工，拢是伫我关怀的一个对象。所以上帝予我有真好的一个操练，因为年龄的限制，所以就来退休。因为阮囝儿查某囝头1年外前买厝伫淡水新市镇，所以阮就搬转来新市镇。这也是上帝真奇妙的引带，阮竟然倒转来阮成长的一个故乡。这半年我有去过淡水区真侪教会，我想要了解淡水区为什么增加有40几间的教会？会记得40-50年前只有几间咱淡水教会母会是唯一较大间。上帝为什么款的作为？上帝要兴起的事工伫倒落，看起来咱的活动是增加真济。咱前2任的镇长拢是基督徒，虽然庙司这魔鬼的工作一点仔都无减少，虽然教会数来增加，基督徒应该嘛是有增加，但是这庙司庙会魔鬼的工作是好亲像哪来哪搁较大。这甲我伫花莲8年久的感受有真大的无同。花莲是自济的大本营，嘛有真侪的庙司，但是教会因为伫迄个属灵的征战的中间，知影只有祈祷，只有迫切追求，只有真侪真正要上帝使用托录音的信徒，所以就看见伫花莲，我会感受到讲。魔鬼的作为好亲像无遐尼勇猛。我要用诗篇120篇3节来勉励，这是我对咱教会146周年一个祝福。我的祈祷是4年后，咱150周年的时阵，咱会当真做千人聚会。一个教会，因为我特别注意咱教会周报咱的人数，若较济淡薄加起来，那亲像要接近500个。4年了后，是毋是会当加倍呢？
真做千人的聚会的一个教会呢？咱长老会毋是咧推动1+1=8吗？所以兄弟姊妹，你要阿门无？你有即种的心要看见咱4年后咱教会倍加无？我跟你讲，我若伫其他的教会，绝对兄弟姊妹阿门阿门拍拍啊！感觉讲，这是阮应该伫追求的中间，看见上帝怎样要来祝福马街伫遮所设立的教会。这个诗篇就是讲到要欢喜烧酒来去做礼拜。我真欢喜，人招我讲，咱来去上主的殿，至少2个人同行做伴，兴奋欢喜来做礼拜。犹太人讲到圣殿，目睭就光起来，兴奋起来。诗篇122篇，就是一个真抱着兴奋的心，欢喜来到伫圣殿。摇摆上帝的一首的诗歌，敬拜是咱的重心，礼拜是节庆，向上帝欢呼的日子。礼拜是要上帝通过伊的子民，伫遮得到荣耀真重要的时刻，来淡水观光的人客真侪真侪，其他因拢会来遮做礼拜。每一年5月节。就是咱端午节吼，咱全淡水，会使讲全淡水区一个大拜拜。囡仔时无啥物体会，所以嘛缀人去看闹热，全淡水区拢咧请客嘛缀人去食。但是现在倒转来详细来想的时阵，咱无法度淡水区的正教会会当。赢过魔鬼撒旦的作为，全淡水区的正教会，若是教会内面里，是侪信徒要看见影响全淡水区带来平安，那像这首诗歌一只所讲的。传道者每一个礼拜日拢面对顶礼拜有啥物人无来，今仔日啥物人无来，为这个缘故，传道者需要不断伫遐来探访关怀。要去听侪人伊为什么无来教会，各种的原因。这个假日要难得要来休困，教会无可爱，我要读册，我的灵性伫遮袂当得到饱足，我无欢喜这个牧师，我另外有计划要出差、加班、旅行等等。我若讲这理由拢无充足、无充分，伊检察还佫会提出3个理由，我就静静来听。望有一天，伊来教会会当有一个真简单的理由，就是单单要来敬拜上帝，单单要敬拜上帝。兄弟姊妹，咱每一位来到伫圣殿，每一个主日还是每一边的聚会，我就是要去敬拜上帝。有一本册讲到伊无来教会77个理由，你所想到伊拢想过啊。这个诗篇，互咱真兴奋的所在中。单单要敬拜上帝，来去到伫圣殿，来到伫教会，烧酒做伴见。圣经讲，我就欢喜。当然有可能伊本来就准备要来啊，是咧张图，搁咧想到底要来无。但是因为有人招，我就欢喜。所以来到伫圣殿，来到伫教会，伫遮为着圣城求平安，圣城若平安，全以色列就平安。今仔日耶路撒冷无平安。全世界就拢无平安，这也是咱教会存在意义，甲咱的功能也是伫这个所在。毋知咱兄弟姊妹，你的家庭现在有平安无？我相信咱拢肯定讲，咱的淡水无平安，咱需要更加迫切来祈祷。你毋知会当来想？多几方面的理由是吸引你来到伫淡水教会，因为伫遮要来体会到上帝的疼。教会是真特殊的一个团体，教会是一群望上帝恩典的一个罪人。咱烧酒做伴，同心伫遮敬拜，彼此相疼，彼此来服侍，共同要将上帝的疼甲表明出来。
什么原因咱欢喜来到伫教会？什么原因咱欢喜来到伫淡水长老教会？除非你对教会成长无趣味，除非你的心只有想讲，我就是来聚会就好，聚会了我倒转去啊。对教会成长，除非你拢无趣味，除非你对上帝国无感动，咱讲到宣教，讲到爱传福音，除非你对这个拢无得想，无得感动，若无你绝对会问，嘛会感受到咱教会最大的吸引力伫倒倒。这个吸引力会影响我是毋是继续伫这个所在，是毋是你现在当马上想，至少会当想出3到5个理由，你为什么这个所在来聚会？检在你讲，我都住伫淡水，所以真自然就一只。但是淡水区已经有40几间的教会。我知影咱淡水教会有真侪会友到伫别间的教会去，所以淡水教会究竟有啥物款的吸引咱？还是讲现在开始，你要怎样互咱的舞会、互我的舞会、互咱的教会，伫遮有吸引力，互人要欢喜伫遮？因为伫遮会当体会到人甲人的关系，上帝的疼。对我来讲，我确实感受到上帝对我的疼，感受到淡水教会兄弟姊妹对我的疼，也因为安尼，这也是我要奉献的一个原因之一。上帝疼世间人，就是最大的福音。有一本册讲到健康的教会，伊就讲出10个条件，其中一个就是会当体会到人的疼，就是经验到上帝的疼。这个教会。健康的教会、成长的教会，因为遐种植哪拢亲像传道者一般，积极邀请亲友来到伫教会，伫遮会当来交心、交心，会当伫遮受接纳，会当伫遮得到安慰，会当伫遮得到鼓励。换一句话来讲，健康的教会就是人人拢欢喜伫遮受造就，人人拢欢喜伫遮接受造就。管理服侍人、服侍人、服侍、服侍、还是服侍。以前咱拢真无意义的、不由得的啊，就是服侍啊，服侍啊。所以后来哪注意到服侍事情的事代志的这个事吼，咱真侪服侍拢是咧做代志，应该搁进一步服侍人，这是咱台湾话，我对细汉就时常咧提起服侍人。咱每一位兄弟姊妹，拢爱真做伫受造就的中间。真做会当服侍人的人，耶路撒冷啊，阮的脚已经踏入伫你的门内，表明我的心也已经来了。圣经也形容讲，耶路撒冷被建造那亲像联络整齐一座城，整齐搁和谐适配。其实耶路撒冷目前这个城市并无完美，古老的城市石头所建造。伊的街路巷道真细，检查你若去过耶路撒冷的时，路途样啊，拢会甲你相跬。自古以来，耶路撒冷并无平安，战争不断，所以恐怖的事件真多。所以圣经咧描写的时阵，你会发现到讲，这是信心的一个起造。望会当来实现，耶路撒冷这个圣城是联络真整齐，所以伫信心的内面要看见，咱教会正兄弟姊妹，无论偌侪位，1000个人、2000个人，正兄弟姊妹拢被连结起来，拢被联络起来，拢是受造就，拢是要上帝来用。
伫教会内面进行各方面的装备、造就、训练。我伫病院学习了侪应该怎样来关怀，怎样来探访。其实我想到我过去伫牧会过程中间探访，是我弱点吼，是我感觉真袂晓怎样去探访的一个学师。但是无想到讲，经过几侪年的一个操练造就，我2礼拜前我竟然受邀请去到伫台北的一间教会，讲你来甲阮训练看卖，怎样伫病院来探访，怎样伫教会来推动探访的工作。这是上帝予我的一个造就甲操练，予我会当来成长。每一个人拢爱被联络起来。这段的圣经咱拢真熟，上帝咧起造这个家，起造这个教会，所以咱讲同心来到伫教会做礼拜，三招做伙来，毋若是伫遮做礼拜，是要来遮参与伫上帝来起造的教会，互咱来经验着上帝的疼。圣经讲，咱若彼此相疼，人就认出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，毋是少数，是每一位。因为伫遮有真实的一个敬拜。圣经第40讲，照以色列的定着的例，也是命令，伫遮称赞耶和华的名，伫遮来学乐。当我有机会到伫中国大西北迄个所在，甘肃、青海，特别是青海西宁，伫遐有咱全中国最大的清真寺，伫陕西西安。嘛有一间已经有1200年的清真寺，我看见这回民，因为那是回族吼，所以叫做回教，其实伊斯兰教，因的信徒是穆斯林，咱称作基督徒。你若看见因的敬拜，正经是五体投地，拍拜伫地面，因的心是何等的敬虔，也因为安尼，所以因的掠殉道。是因感觉讲最大的荣耀，上大的荣耀。因咱基督徒，咱是敬拜各真各活的上帝。你若亲像马该用殉道的精神来敬拜、来服侍、来彼此相调、来敬拜的时阵，我相信10年后，咱教会要讲要倍加，绝对是有可能。我认为信徒除了主日的礼拜以外，应该踊跃来参加周间的聚会。若是你负责有较重要的事工，检测会搁较侪。主日礼拜是上帝所欢喜，向世间人来做见证，应该是庆祝，是欢喜，是伫遮有感动的，是会拍扑的，真自然伫遮来将荣耀要归予上帝。每一个主日。每一天经过这所在观光客真多，咱毋是要望因伫遮来看遮的古迹，咱是要互因来经验到咱有欢喜佮真实的敬拜。所以这个消息通过今仔日的网络若传过去，真侪人要来淡水，讲要来伫遮，无毋对看古迹，但是要来伫遮参与伫淡水教会敬拜。这是何等欢喜荣耀的代志！周间有小组的聚会，伫遐彼此来相交，彼此来代祷，是流目屎的一个所在，是扶持的所在，一间搁健康、搁成长的教会。咱周间有小组的分享，意思是讲，咱教会聚会人数安尼，但是参加小组的人数应该有1半以上。兄弟姊妹，我请问你，现在是毋是有安尼呢？因为我过去的职务的性质，所以有机会参加无相共的教派，还是无共形态的聚会，有真安静肃穆，还是真传统的，嘛有真海、真热情的，拍扑啊、举手啊、大声祈祷、电子琴拍鼓啊，拢有，我拢会当来接受。现在侪教会已经跳脱。这种的一个传统的聚会形式，伫真理的内面有自由，伫自由的内面无失去这个处事。其实，当然上帝拢透过
无相共的形态来显明上帝的临在。但是圣神的运行，重点在于你用心灵甲真实伫遮来敬拜，是用全人用感情伫遮来投入，用理性的相信来承认。所以伫遮哭，伫遮笑，是情感的一个表现。唱诗歌唱到咱的心底，唱到你真伟大。真自然，你手要举起来，你真伟大。咱顶礼拜过完节，就因他活着，因他活着，因为伊活着，所以咱就敬拜、双手压拳，望咱的主得到荣耀。我时常伫即种的礼拜中间，好亲像哪会当，哪亲像我拄则讲，回教徒安尼五体投地。跪落伫上帝面前，我想咱140年久的这个教会，咱会重新来敲找咱的感动伫倒落，因为你真正是用心、用情、用你的全人伫遮来投入，因为伫遮要大家要来遵守主的道，因为伫遐有设立审判的宝座，伸张正义的宝座。就是大比家的宝座，上帝殿有设立审判的宝座，这也是施恩的宝座。每一遍听见上帝的话，咱就得到提醒，得到感动。咱拢有一个心志，就是我要行伫上帝旨意内面。我想到迄个有当时咱看电影、电视的图面，要颁布圣旨，迄个。接受的圣旨的人讲领旨，每一个主日，咱伫遮就是要领旨。上帝的话，我要来遵行。审判这里是旧约的用法，就旧约的圣经，侪所在拢提到公义的判断，也是错误要指责罪恶等等。审判的宝座好亲像法官的审判台，讲台当然毋是审判台，讲台当然毋是炮台。但是每一边的正道，拢是咧宣告上帝的心意，将上帝的律例、法度、教示真清楚直接讲出来。所以咱无轻易伫遮个放一边，真注意上帝你旨意伫遮受传讲的时阵，我要来领受，将真理讲出来，伫上帝眼中看做欢喜道德的标准讲出来时，透过圣神，互咱。为了罪，为了义，家己审判家己。所以咱时常讲，今日咱来到伫圣殿，伫遮来敬拜，咱是来到上帝宝座前。所以我就乐意互上帝话来提醒我，我愿意上帝话来责备我，愿意上帝话伫遮来责备我，来光照我，互我知影好歹伫倒落。有一遍我坐捷运，坐伫我隔壁拄咧读圣经，甲伊讲一两句话，要去北投参加一个小组，伊是咱淡水某一间教会。过一遍前无偌久，阮小学的同学会做伙伫咧老街咧啉咖啡，拄好伫我隔壁桌吼，有两个人伫咧读圣经，伫咧交陪。我甲因问。讲恁哇，那遮热心安尼，用教会真重视，会当来栽培初信者等等，这也是淡水某一间教会因的会友。为什么要参加这个小组，还是分享、造就、栽培呢？因为要互相激励。这礼拜你所领受的信息，过来伫这礼拜中间，我要怎样来？怎样来实行？所以通过周间兄弟姊妹互相的一个勉励甲提醒，所以就来受到激励。过去我牧会也是伫平夜内面，我甲牧师娘拢真爱成人主日学，真爱查经班，真爱读经班。咱拢需要伫上帝话来得到成长。人被吸引来到伫教会，是因为上帝话伫遮来被传开。
人会当直接得到帮助甲安慰，因为人活着毋是单单靠着遮个食物，是靠着上帝的话。前无偌久，我去天元宫去看烟火。虽然我伫迄个脸书甲铺上网，但是我就故意无爱将迄个天元宫即个相片甲顶出来。有人讲你去倒位看即个烟火？我伫迄个北新路边仔定。还有一个牌仔讲欢喜读经啦查经，我知影真侪庙事拢有。我伫台北当过牧会的时阵，阮对面就是一贯道的总坛。阮礼拜人数无济，但是对面一贯道的总坛却塞得满满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每一位要真做有追求的信徒，毋是信就好。这是我当时献身要读浸信会新人院的一个原因之一。我感觉讲，祈祷爱迫切，读圣经爱迫切。爱追求，咱淡水40几年来、40、50年来有真大的变化改变，特别是咱的教会。当时台北灵粮堂4、50年前是咱台湾上大间的教会，已经超过1000人，几若千人。现在全台湾1000人以上的教会有几间，恁知无？有70几间。1000人以上的教会，淡水东港教会17年前对3个人开始，现在嘛将近要1000个人。有定2年后，伫新市镇要完成真大间的教堂，用4亿5千万伫遐来经费来起这间教堂。我搬转来淡水，因有请我去聚会，拄好是17周年，牧师。因为牧师徛甲正东港，因讲阮徛伫有历史的淡水的这个所在，咱来效法马甲的精神，咱来grund地马甲的骹步，所以每一年一遍，牧师带了真侪同工对淡水一直行到高雄，讲要grund地马甲的骹步，迄当时马甲的精神。我听了心中不是滋味，什么人上有资格讲我要效法马甲的精神？什么人上有资格讲我要grund地马甲的骹步？恁讲什么人上有资格？当然，我要祝福因这间教会，我要祝福淡水区的正教会，嘛，亲像咱周报直接有讲祝福正教会。但是，什么人上有资格？咱伫遮聚会正兄弟姊妹，咱每一位今仔日146周年的时，咱每一位拢爱真实用心灵、诚实来讲，我要效法马这的精神，我要grund地马甲的骹步。那安尼今仔日伫遮纪念庆祝就有意义，因为遮个教会拢有共同的一个特征，就是信徒。拢是文道，信徒拢是文道。我伫浸信会30年前，伫平镇有一间教会，平镇浸信会，已经准备关门啊，就无人咧聚会啊。但是有一个传道者，伊应该是红历关去绿岛的一个人，但是改变。我甲伊有一段时间做伙。伊讲伊的心望会当来重建平镇浸信会，所以对迄档开始，对迄时开始，已经要关门的一间教会，到现在，顶礼拜我甲伊见面，甲问伊讲恁教会即摆几个人？伊讲已经有1000外人。这段圣经落尾几节，比较描写伫圣殿内面的祈祷。为圣城求平安，为厝内人，为了亲友、为正百姓求平安。耶路撒冷就是平安沙龙，这个意思。当耶路撒冷有恐怖的事件发生，全世界就紧张起来，那亲像世界大战要在发生一般。对属灵的意义来看的时阵，咱就搁感受到今仔日教会的功能甲礼拜的一个价值。
甲意义。整个礼拜，伫遮要创造一个境界，伫信心的内面要领受平安的祝福，心内有平安，才是礼拜的一个结束。好像国外的主对遐个门徒真惊吓的时，对因讲愿恁有平安。当主耶稣讲愿恁有平安，门徒就领受平安。迄刻开始，因就无搁惊吓。我真欣赏伫花莲有一间教会，目前嘛是1000多人。迄个牧师是我新人伊的同学，所以我嘛真了解。我讲哦，恁哪厉害？恁教会哪会当伫差不多40年去，一去的时阵差不多20几个人。我嘛捌做福音队去到恁教会，但是现在已经有1000多人。这间教会伫礼拜中间。嘛，那亲像咱拄则伫开始，差不多半点钟的一个祈祷准备有诗歌然后才开始正式的做礼拜。礼拜中间有10分钟的时间，牧师甲因遐个所谓曲目啦，是讲咱讲中级长老吼，徛伫头前，差不多有10分钟的时间，讲兄弟姊妹，你有身躯的病痛是无？你有啥物心中的重担是无？你有啥物款的难题？你心中无平安是无？你会当来到日头前，真自由，你要找倒一位拢好，也为了因祈祷。无出来兄弟姊妹，在因的座位迫切祈祷。所以我就发现着讲，真教会若真迫切伫遐来恳求上帝，有信者伫因的中间的时阵，就上帝作为要实现。所以，为了咱大家，为了正亲友，为了淡水区，为了这个土地公义甲平安，迫切祈祷的时阵，这种迫切的心，用声的祈祷，绝对毋是伫爱困的中间听到牧师讲阿门，雄雄地起起来讲阿门，绝对毋是安尼。祈祷毋是礼拜开始的迄短短的祈祷，毋是讲奉献的时迄个感恩的祈祷。嘛毋是最后牧师祝福的祈祷，咱伫礼拜中间有严肃，有欢喜，有要将荣光归予上帝。所以伫礼拜中间有认罪，有祈求上帝的怜悯，有恳求上帝复兴来到，是决志献祭的祈祷。我的祈祷甲我的梦，就是淡水教会是大有平安的教会。咱正信徒人人家家户户拢有平安的一个家庭。这个平安毋是讲咱无病痛吼，无意外，无死失。这个平安是得胜苦难的一个平安。我奉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宣告，咱淡水教会是大有平安的教会。咱教会正向的姊妹带出这个平安到伫淡水区各个所在。祝福淡水教会，咱伫遮会建立；祝福淡水的百姓，无搁去庙寺伫遐烧香拜拜，是要来伫遮敬拜摇花咱真实的上帝。咱要来祝福正教会，愿淡水区目前这40几间的教会，每一个主日拢大声为了淡水的平安祈祷。咱上帝是遮尔伟大的上帝，咱毋是讲要比较。但是咱台湾会当5月节全淡水区看起来拢咧拜拜的这个情形，咱却伫小声伫遮安尼咧敬拜礼义呢？礼拜最后祝福祈祷了后，意思就讲礼拜要伫遮来结束，但是我要开始搁较来亲近上帝来敬拜伊。这个平安是藉着愿上帝的工作来完成。淡水区17多万的人，40几间的教会无算济，所以今日我徛伫这个所在，咱庆祝146周年。我要呼吁咱正向的姊妹，也呼吁咱淡水区的正教会，咱向着淡水的社神来征战。那安尼？
咱就有了意义。淡水的水，教会的水，就水伫即所在。咱有敬拜，有听，有上帝话，有活泼的祈祷。你想，我今日指出即几方面利益，你想咱上欠过是甚物？咱上欠过是甚物？倒一项？是毋是会当真做你即礼拜中间你最迫切的祈祷？伫即个周年的纪念的时，你有啥物决志无？上帝拣选你，呼召你，使用你，要复兴你，直到最正上帝工，还是讲上帝工作来完成，这是上帝伫我这个人的心上的平安。沙龙，你讲即句话意思就是伫遮，上帝你的工作要完成伫我的心上。我要伫你的面前立志，你会当做工伫我的心上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互咱做伙来做即个水的梦。对今仔日开始，咱教会应该无搁相款。我要祈求上帝，互咱做未信者、淡水区的即个正住民来看见，还是来教会，因就得到真大的平安。伫基督内面有平安，这是极大的福气。什么人来到教会，而且来祈祷，就有平安。最后就是你会晓讲，沙龙沙龙，上帝啊，你伫我这个人的心上的旨意做成了，你伫我的心上的工作完成了，成了。所以我就想，耶稣基督伫最后是十字架顶最后一句讲成了，然后伊断开。兄弟姊妹，咱互相来劝勉，你若会当伫上帝的面前，伫你的心志立志的中间，愿你互上帝的旨意来完成，你就有资格进入耶稣所讲成了，安尼才有资格上天堂。愿主帮助咱，4年后150周年，2022年双倍、加倍的一个成长。我祈求上帝安尼来赐福咱每一位。